啥？小燕摕到身份证，唔知走去倒？啊，你来即摆才讲啦？啊，有报警查无？好啦好啦，咱较冷静的吼。有消息，都要接联络呢。小燕失踪哦。我都知哦，大陆保安拢共款啦，过来遮骗钱的啦，钱若摕到，身份证又摕到吼，都阿婆咱讲的啦。赶快报警查找他！无效啦，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小弟嘛是共款啦，带大陆保啊啦，啊咱身份证又摕到吼，都阿婆咱讲的啦。等到警察找到的时阵哦，吼，你又是咧一大堆啦，讲要离婚啦，目的吼就是要搁较济钱啦。啊，咱人家老咧，心都无伫咧遮吼，免有啥物路用，到尾啊，大家嘛看破，钱了人无代啦。哼，师傅啊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你也莫冤枉啦。啊，若亲像这款大陆婆啊吼，大家拢共款爱钱啦，无一个有良心的啦。安那啦，啊，讲来当啥朋友咧？啊。小燕啊，阿母，小燕啊，你来走转来。阿燕，找你找到做着急的咧，是安怎？是不是搁忘记啊？来来来，坐来讲。到底是安怎的？阿健伊叫我搬转来台东。啊？我知影阿健伊真友好，所以叫我转来台东，和你做伴照顾。对啦对啦对啦，阿健互我看大汉的，伊本来就足友好的啊。啊，你即摆做人的媳妇，友好大家，这嘛是应该的，对吧？这我嘛知影，我嘛足友好阿母的。我嘛甲阿母讲过，只要伊搬来高雄和阮做伙住，我就会友好伊。阿母，你讲对无？是啦，是啦，小燕真友好，真体贴啦。伊若想要替我洗衫煮饭，好我友好我这大家啦。啊，毋过阿健啊，就是毋知影我的想法，伊叫我转来台东，伊一人伫高雄，是啥物人要照顾伊？敢讲连伊嘛爱转来台东？伊的工课是真无简单才找到的呢。伊若是转来，伊的工课毋得搁按头开始。哎呦，小燕呐，阿景啊，这个囡仔哦，自细汉啊大汉就是安尼啦，敢若遐替人想那尔啦，用心。师傅娘吼一定会好好去跟他说的啦。我已经和伊冤家啊，若是阿母搁去和伊讲，我惊会破坏伊母仔囝的感情。我看安尼啦，我还是照阿景的意思，搬转来台东和阿母做伙住，让阿景也一人伫咧高雄。袂用的啦，你袂用离开阿景啊！我安尼也袂用钱，我安尼也袂用钱，那你我到底是要安怎嘛？唔通着急啦，阿母会替你想办法解决。阿景阿遐，我会好好甲讲啦，吼。你先去休困啦，吼。师傅娘啊，唔是我教话啦。这摆小燕回来意思哦，已经足清楚啦，就是要叫你高雄解决啦。我知影伊的意思啦。师傅娘，啊，你的意思呢？对啦。我嘛真歹决定的，若去甲因大吼，会好就好啦。若是袂好吼，歹做人的是阿景啊。我若唔甲因大，阿景啊一定会叫小燕转来，
那安尼，小燕歹做人啊。伊免来歹做人啊！啊，等伊嘴还袂开哦，我就看到伊脑底啊啦。哎，亲爱的阿勇，小燕是倒位得罪到你啊？伊无得罪我啦，我是你烦恼师傅娘啊啦。啊，师傅娘是有啥物通我烦恼？你甲想看卖，小燕自头到尾都是安尼上空上芳，要甲师傅娘啊、甲阿景啊讹钱啊，结果拢讹无啊！啊，伊即摆有身份证啊，一定会想要加趁一寡钱，压西起啊，对无？啊，小燕爱趁钱压西起，嘛无啥物唔对啊。亲爱的三弟同胞，按赞。吼，讲到你们哦，喙手好拍干啊啦！你甲想看卖，即摆小燕转啊，安尼马口马蹄，主要就是要叫师傅娘啊去高雄住，因为高雄遐吼，趁钱的机会较济，小燕唔知当加趁一寡钱，唔是真正要叫师傅娘啊起后有效的呢，你懂不懂？没有给他叮咚哦。啊这，我无五毛哦，因甲我友好啦。你嘛知影，小燕啊，会晓甲我照顾阿景啊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啊，毋过即摆伊摕到即张身份证，四过走四过去，我若无缀去高雄住，伊若真正甲阿景啊放落做伊走，我阿景啊嘛无伊的法度。这届我懂了，师傅娘，你要帮去高雄住，对不对？我还阁想看卖。你放心啦，小燕袂走去。阿母，食饭啊！哦，好好，你甲我叫啊啦。好，再见。我今仔去煮的菜吼，拢无人嫌哦。好。你和阿健讲电话啊？阿景啊，都足关心你啊，叫你唔通甲伊生气啦。我哪有甲伊生气？我毋是照伊的吩咐，等来照顾你。你看，我暗顿是拢煮好啊。阿母知影你真友好啦，我会甲阿景讲，吼。我想，我也是搬去甲恁带做伙好啊。真是嘞！是啊，那安尼就好诶，我得当去高雄找头路趁钱，趁足侪钱诶。阿母，你紧食，来，紧食。师傅娘，师傅娘，莲花，你来啊。师傅娘，我要来高雄啊咧，啊你考虑你安怎？我想来想去哦，我还是去甲因住啦。阿景啊，甲小燕较袂冤家，我嘛较会放心啦。好，安尼赞。师傅娘若要去高雄住吼，咱就加一个伴呢。师傅娘，本来阮翁仔某啊是要来甲你相识啦，啊叫即摆煞来招招吼，大家斗阵要来高雄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来来来来，这是我高雄的住址啦，啊甲电话，啊你若有闲吼，就爱来找阮呢。好，阿勇，啊，师傅娘要去高雄，啊，这间店吼是毋是就要甲关关起来？亲爱的三弟同胞，安怎？是暂停营业啦，唔是关起来啦，关起来是倒店的意思，你知无啦？啊，毋是拢同款，人家师傅娘没有骂我，一直骂我，一直骂我。同款都无共师傅啦，同款。我对师傅娘对迄尔济年啊呢，我伫即间店捞偌济官，你知无？哈，我甲即间店的感情吼，袂输咱翁仔某啊呢。这间店，为拍铁仔店做啊即嘛，已经要20年啊。要搬去高雄，我嘛真唔甘。不过为着阿景，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。
啊，明仔载开始吼，咱3个人就当逐工见面啦。等一下就甲阿母整理房间，明仔载我第当出去找头路。你要出去找头路？是啊。我无伫咧，你搁我好食头路，啊你放阿母一个人伫厝，谁敢会做伴啦？你叫我和阿母规工伫厝，我毋就叫阮2个目睭大细胞相像。我要来整理房间啊。小燕，小燕，紧，你毋通甲阻挡，你若搁甲阻挡吼，伊真正会走到互你找无。阿母，恁2个出去食头路趁钱，我煮饭互恁食。等恁有囡仔吼，我再替恁带囡仔啦。你若是惊阿母无聊，就赶紧吼替阿母生一个孙，吼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心花，阿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你一个。哎，姐你好。先跟你讲一下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公司传销的，怎么样？你来，公司吼是真有制度的啦，只要你若好好啊做吼，公司绝对袂亏待你的。经理，这吼是公司的产品啦，你先看卖啊。只要你的业绩吼，若有做到公司的规定，咱呢你第一个月奖金吼，可以当领5万块以上。5万块？你的业绩啊愈好，你的奖金就愈悬哦。阿母，我一个头路安尼，真是的哦，什么头路？我甲你讲，是一间直销的公司啦。你看，这是阮的产品啊。看你是要买芦荟、蜂胶，还是灵芝？阿母，你免买伤济，你买2万块就好啊。啊，剩的吼，你会当介绍你的朋友买，朋友再介绍朋友。若是这个月有20个人甲我买吼，啊，这个月你当赚5万呢。小燕。这头路是咧要社会呢，你唔当互骗去哦。袂啦，阮头家讲吼，阮的产品吼，拢是先卖互阮的亲戚朋友，啊亲戚朋友一定怀疑啊，所以伊就互我摕公司的证明资料转来。你看，这就是这间公司政府证明的文件，应该是一间正当的公司。收营业登记无毋对啦，啊毋过阿母，你莫想伤济啦，我即摆有一个足好的工课啊。阿母。你一定要甲我介绍哦，因为我伫台湾也无啥物亲戚朋友啊。你若是无甲我介绍，我这个工课就做袂好势呢。你会去找其他的头路啊？加工区迄边咧欠女工，你去遐食头路，这种的工课哦比较单纯啊。迄我拢问过啊，迄按透早做到下暗，一个月才2万块尔呢。我想讲吼，我要来卖这个物件，安尼趁钱趁较紧啊。阿母。我若是趁钱，我一定会本你，会好好养护你啦。小燕啊，我是会支持你去食头路，啊，毋过我无希望吼，你一步就想要登天，想要趁大钱。我无想要一步登天呐，我即摆就拍拼咧做工课的啊。阿母，好啦，我会甲你斗3工。我甲你爱提醒你，趁钱都要大大啊赚，知无？我知啦。请问你是毋是干谁是？是啦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啊，咱来遐坐。先生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哦，大冰。好的。我是台上景的太太啦，我叫做小燕。上景哦。哦，你好啦。啊，借问一下哦，啊，你是安怎有我的电话？啊，我是按阮上景学校的联络簿顶管看到你的电话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你。歹势啦。没啦。啊，你约我来遮是要创啥？啊，是安尼啦。阮公司吼有一寡新的产品吼，我想要介绍给你，像这啊。
你会当参考一下。好，像这是纽西兰哦原装进口的绵羊油，这就是身体的乳液。咱查甫人嘛是爱保养对无？歹势啊，我无欠因啦。你哪会使去阮学校找阮同事推销物件？我家推销物件有啥毋对啥？你要推销物件嘛，先甲我问一下。你无头无尾去找人，人安怎想？会安怎想？人叫是讲你要甲人骗啦。我要甲骗，要买的无是家己的自由啊，我也无强迫伊啊。搁再讲，伊也无甲我买啊。伊当然无甲你买，伊甲我根本就无熟啊。好啊啦，小燕唔捌啦，你就好好甲讲就好啊。伊唔捌，伊外巧咧，搁知影找我学校联络簿啊。我唔知你要找偌济人，我的面子真正互你吓了了啦。哎，我认真打拼伫咧趁钱，敢真正互你遐见笑？你卖物件趁钱无毋对，莫做我的同事好无？我无希望哦，以后我伫遐学校时阵哦，有人伫我后壁起起突突啦。阿囝，你要创啥啦？我要甲我的资料藏好好势啊，若无哦，伊搁敲电话互别人啊啦。哎。走规工忝到要死，也无人甲我买物件，转来甲我互骂，我实在有够衰。你毋免烦恼啦，阿母会甲你斗相共。这是嘞。啊，毋过你毋通搁去找阿囝也熟悉的人，你知影无？嗯，只要阿母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拢听你的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有情花，啊有情花。无问题啦，师傅娘，唔免拜托啦。啊，你若开喙哦，我一定替你走的啦。多谢你啦，阿勇。阿哥，师傅娘，我即摆伫咧芳姐手吼食头路吼，哦，阮芳姐手内面足侪工人的哦，我嘛会当甲伊斗相共。对啦。啊，码头遐个朋友吼，好，大家拢足阿莎你的。我若来甲因讲吼，绝对无问题的啦。啊，上爱无吼，阮翁仔某也嘛会甲小燕交关啦，基本客户啦。多谢你，甲阮小燕捧场啦。哎呦，师傅娘啊，是你多谢啥啦？啊，当我有法度人娶某，嘛是伫你的拍铁仔店拍铁趁钱的啊。今日才有这个家庭啊，啊，阮翁仔某也甲小燕捧场，这算起嘛是应该啊。啊，我安尼哦，算还你淡薄仔人情尔。啊，若无我欠你哦，一世人安怎还嘛还袂完。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安尼讲，我实在真歹势。哎，阿勇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人家师傅娘也不是跟你讨人情啊，神经病啊！哎呦，安尼嘛有影咧。是我欠恁人情无对啦。阿勇也甲我斗相共，你台东搬来高雄，我实在真感激。哎呦，师傅娘啊，即摆莫讲这啦，即摆上要紧的吼，就是互小燕做看卖，伊若趁钱吼，伊就安尼欢欢喜喜住你这个家庭啦。啊，你就当对阿囝啊放心嘛，咧对吧？你真了解我的处境。照我了解啦，讲来讲去哦，拢是为着阿囝啊。师傅娘，你免惊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哦，阮翁仔某啊，拢会甲你挺到底。